自從用咗 Threads 之後，好似好多地方都變得更容易嗌交，尤其是好似港台之間，一開始可能只係一句用詞不同，最後卻變成整個留言區係對立。但問題係呢個真係人變咗咩？定係我哋睇到嘅嘢本來就被挑選過？而家打開 Threads，其實好容易睇到一種內容，唔同地區互相吐槽、嘲諷，甚至直接開鬧。有時候只係一個用詞不同，一個生活習慣，甚至一句普通嘅分享。例如台灣人將 Threads 讀成吹，香港人話台灣人唔識英文，而且譯音跟英文差好多。台灣人反駁香港把巧克力念朱古力，亦跟 chocolates 差好遠。最後留言好快就會變成：你哋香港人都，台灣人係咪都？從一個人變成一整個群體，久而久之，你會開始有一種錯覺，好似大家真係好對立。但呢度有一個問題，呢啲聲音真係代表大多數人咩？定係只係最容易被你睇到嘅嗰部分？